人生就如一條小徑，穿越咗四季嘅風景，有得有失，笑中帶淚。神讓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就如佢喺我哋生命中安排嘅每一個季節，都有佢溫柔嘅用意。有時春光明媚，有時風雨飄搖，人生如朝露。如果興衰成敗，聚散離合，都有神嘅心意，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同埋配合呢？每個屬靈季節嘅意義，我哋有分辨得到嗎？今日就讓我哋走進人生24節氣嘅風景，打開心田，與神深耕細作。無論你處於乜嘢光景，歡迎你嚟到心之旅程第5季之季節是你寫給我的信。唔知天父又想寫一封點樣嘅信俾我哋呢？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心電台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DJ 馬馬。各位團友，我哋開始啦！出埃及記3章1至7、10至14節。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。一日，領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觀看，不料荊棘被火燒着，卻沒有燒毀。摩西說：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，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？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，就從荊棘裏呼叫說：摩西，摩西！他說：我在這裏。神說：不要近前來，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又說：我是你父親的神，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臉，因為怕看神。耶和華說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。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，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，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摩西對神說：我是什麼人，竟能去見法老，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？神說：我必與你同在。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，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我。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。摩西對神說：我到以色列人那裏，對他們說：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他們若問我說：他叫什麼名字？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？神對摩西說：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說：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：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問你個問題啊，你點樣留意到春天嘅到嚟㗎？我諗都市人通常喺商場裏面聽到賀年歌，就知道春天要嚟啦。我哋好少留意到自然界嘅變化，一嚟忙碌，二嚟望手機多過望天，又點會睇得到呢？但係古代就唔同，佢哋要明辨每個節氣嘅來臨同埋特色，配合春天嘅雨露、夏天嘅烈日、秋天嘅收割同冬天嘅冬藏，農作物先有豐收。屬靈生命亦一樣，面對順境逆境，何時拒絕，
何時委身，何時等候，何時放手，係我哋人生中每日都會問嘅問題。喺呢個系列，我哋會精選中國24節氣中嘅17個節氣，比喻與神同行嘅屬靈季節。如果世界變得太快，就讓節氣教我哋慢返落嚟，專注當下嘅屬靈功課。今日我哋嚟認識第一個節氣立春。講起春天，通常會俾人一種春光明媚嘅感覺㗎。但你有冇發現，中國嘅立春通常喺天寒地凍、夜晚又長嘅日子啊，感覺一啲都唔似春天。中國人以立春做春季嘅起點，比西方以春分為準，早15至20日，展示一種前瞻覺察嘅智慧。就好似母親受孕，雖然外面冇咩異樣，但其實生命已經暗暗咁樣開始咗啦。睇到冰雪開始融化，冬蟲蠢蠢欲動，農夫就可以察驗春耕嘅季節要來臨啦。如果春天嘅要旨在於開始，咁樣其精髓在於我哋能否辨別呢一個開始，定係我哋仲懵然不知後知後覺呢？如果用立春嚟比喻我哋同上帝嘅靈情路，就好似係一個靈魂甦醒同神關係更新嘅季節。喺呢一個時候，我哋心入面常有一種難以名狀嘅悸動，怕踏出安舒區，卻又躍躍欲試。我覺得生活唔滿足啊，邊個可以俾到我滿足呢？見到呢個群體嘅需要，我想同佢哋同行。唔知點解近來會諗起要饒恕佢，或許係一份對神嘅渴慕，一個寬恕或者復和嘅念頭，對某啲群體或者侍奉有感動，對世界越嚟越唔滿足。可能係好微弱嘅聲音，甚或都未有一撇，卻好特別咁樣引起咗我哋嘅注意同埋好奇。原來係神用溫柔嘅聲音邀請我哋從沉睡中甦醒，起身啦，唔好再做糊塗人，要明白主嘅心意啊！神嘅邀請讓我哋邁向信望愛嘅豐盛，更加想認識佢，跟隨佢，榮耀佢。呢份復興唔係出於自我嘅激勵，而係神主權嘅呼召。原來聖靈悄無聲咁樣播下咗春耕嘅種子啦。新開始喎，意唔意外？開唔開心先？你有冇聽過老闆講未來大計啊？話有好多改變啊，目標啊，你會有乜嘢感覺噶？係興奮啊，定係咁咪好多嘢做咯？同埋其實都唔得噶。同樣，當神呼喚我哋從舊我中作出改變，我哋可能都會諗一諗。我唔得閒喎，我好忙噶。改變我冇試過咩？冇用噶，你由我啦，我冇得救噶啦。神啊，我冇咗信心啊。春天係盼望嘅季節，但係同時佢唔係一個冇代價嘅季節。之前或者經歷過漫長嘅冬季，等得太耐，或者人越大，經歷過年復年嘅期望、失望，種子喺泥土入邊，反而覺得安全又舒適。冇期望就冇失望，成為咗我哋嘅保護機制。不知不覺，我哋停留咗喺寒冬入邊太耐啦。忘記咗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，以為自己係西伯利亞人，冬天的冠軍，對溫暖同埋光明感到抗拒同埋陌生。前望需要勇氣，有邊個可以俾到我勇氣呢？前望需要勇氣，等待時需盼望，遊行一生同行。是你給我力量，前路縱如曠野，主住我心，縱天塌下來心不慌，
聖靈來住我心高歌。然而拒絕改變就好似拒絕春天，帶嚟唔可以忽視嘅後果。就好似如果我哋唔敢喺春天播種，就會錯過最好嘅成長機會。面對過去，面對未來嘅不穩定性，真係會好驚、好痛苦㗎。但係拒絕面對過去嘅失敗，抗拒痛苦，更加會停滯不前，仲會重複咁樣錯失與上帝更親近嘅機會。春天係神賜俾我哋回應佢嘅時刻，係我哋心意更新而變化嘅季節。正如梅頓所講，我哋嘅生命係為咗不斷甦醒，唔係喺外界尋找刺激，而係喺內裏遇見神。聖經中都有一位人物經歷立春般嘅呼召同埋掙扎，佢就係摩西。沿途有處劃破深海，只識狂風駭浪，你的愛叫我勇敢踏前，靠你堅壯，昂然橫越曠野幽谷，不屈源於盼望。你的愛是我危難來唯一的真光。摩西嘅故事由年輕時充滿信心，卻一夜間跌入恐懼深淵開始嘅。佢喺埃及宮廷長大，係法老女兒嘅養子，本有住無限未來同埋權力。但佢見到一位以色列人被虐待，怒火中燒，佢殺咗人啊！事後逃亡米甸曠野，過咗40年平凡孤獨嘅牧羊生活，再喺嗰度被主呼召。摩西嘅回應為我哋提供咗回應神呼召嘅5部曲。摩西喺曠野牧養多年，被看似投閒置棄，實質神磨練咗佢對環境嘅敏感度同埋靜觀嘅能力。當上帝藉住燃燒卻冇被焚毀嘅荊棘向佢顯現嘅時候，佢睇到。有冇諗過，其實野外中周圍都係荊棘，邊棵燒着咗，邊棵燒着咗，但係冇被燒毀，你會睇到咩？呢個唔係一個容易被察覺嘅神蹟，需要慢慢睇，睇完又睇。然而摩西因着喺曠野嘅歷練，加上放羊，可能真係好多空間，讓佢能夠留意到呢個微小嘅異象，並被佢吸引去靠近。呢個仿佛係神用好特別嘅方法肯定摩西。神知道佢嘅光景，想佢知道你冇被投閒置棄，我認識你，我揀選你。神係揀選人嘅神，佢嘅邀請常常喺日常同埋平凡中向我哋啟示，我哋要預備好心靈空間，每日細察神恩典臨在嘅足跡啊！如果你正處於停頓嘅季節，或者覺得自己失敗咗，唔好放棄。我哋喺呢個季節一齊學習留意神同在嘅足跡啊！第二，摩西看見呢個獨特嘅異象，佢冇走開，佢行過去。我哋好多時候其實都會有來自神嘅提醒同埋感動，但係呢，我哋冇付諸行動，消滅咗聖靈嘅感動。但係摩西冇，佢嘅覺察為佢產生好奇，佢以開放嘅心行近呢個感動，要探個究竟。第三，摩西仔細聆聽上帝嘅呼喚。好多時候我哋都唔願意花時間聽神講嘢㗎，禱告都係自己講自己嘢多。而有時呢，聽神講嘢真係需要花啲時間耐心聆聽。摩西與神對話，首先明白清楚神嘅旨意係乜嘢。之後摩西亦都冇急住回應好定係唔好，佢真誠咁樣表達內心嘅掙扎。第一個反應係質疑，我係邊個，竟能夠去見法老？
我都唔識講嘢嘅。但儘管摩西滿腦子都係問號，佢堅持與神坦誠對話，佢邀請神參與佢心裏面嘅小劇場。佢嘅對話中充滿咗掙扎，甚至幾次直接表達自己嘅唔願意。然而神耐心嘅聽佢，回應佢，冇唔俾佢講，並一步步建立摩西嘅信心。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神讓摩西認識佢。神話俾摩西知道，佢就係嗰位自有永有嘅神，係佢列祖嘅神，係會聽人哀聲並會拯救佢哋嘅神。佢名字叫耶和華。佢哋開始建立關係啦。呢度提醒我哋，面對神嘅邀請，我哋可以對神打開心扉。神明白，佢願意聆聽嘅。神亦都係一個好喜悅並且會花時間讓我哋認識佢嘅神。最後，摩西以信心踏出第一步，開展佢嘅屬靈春天。其實佢都未知道到時會點嘅，但係佢不以自己嘅不安作為量度神呼召是否合理嘅一把尺。佢選擇相信神，踏出第一步，行步見步，返去埃及，開始承擔神所託付嘅使命。呢個係一個屬靈重生嘅起點。從此，摩西唔再依靠自己嘅能力，而係以神嘅呼召為中心，揾返佢勇氣嘅泉源，完成佢一生嘅使命。你忙嗎？邀請你花一啲時間安靜落嚟，以愛靜靜咁樣感受內心嘅悸動，凝望一下最近發生嘅事情啊！最近有冇一啲事情係你好想向神感恩㗎？我哋喺度同神傾下偈。最近有冇一啲感動，或者一啲唔滿足，一啲好奇心，你覺得係神安放喺你心裏面嘅呢？又喺呢度同神傾下偈啊！自有永有嘅神啊，或許我同摩西都好似曾經跌倒過、蹉跎過，對人同埋事都失去咗信心同動力，停留咗喺久寒嚴冬嘅荒野地入邊。主啊，求你提醒我，你冇放棄或者忘記我。求你帶我離開冬天，進入春天。今日我願意留一個心靈空間俾你，靜觀喺呢個季節入邊。你嘅足跡同為我預備嘅恩典，我好想認識你更多，見到你嘅恩典更多，跟隨你更多。主啊，我知道改變同成長需要代價，求你賜俾我勇氣踏前，同埋渴望改變嘅心。我唔要再錯過你嘅感動。喺你面前，我袒露我嘅軟弱、擔憂，並邀請你進入我需要被醫治嘅地方，期待做新事嘅神喺我生命裏邊做新事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
各位團友，好開心可以同你哋一齊再靈修啊！你哋幾好嘛？我哋好掛住你啊！你哋有冇掛住我哋先？呢個以節氣比喻人與神同行靈情路嘅系列，季節是你寫給我的信，擺咗喺我心入面呢，已經好多年啦，終於得見天日啦！我成日覺得以季節比喻靈命係好有意思噶，特別係呢幾年好多變化，離合散聚，真係有如天氣變幻莫測，人生會有高峰，亦難逃衰落。所以季節交替嘅功課係我哋始終要學習嘅功課，有時錦上添花，有時雪上加霜。但無論季節點樣轉變，我哋嘅主永遠不變。讓我哋相信每個季節都有佢獨特嘅屬靈意義同埋功課，有主嘅美意喺其中。分辨得到呢，你會知道如何自處，活得更加有力、專注。但分辨唔到，人就會好混亂、好沮喪，好似不斷喺唔啱嘅季節做唔適合嘅嘢，同埋成日懷疑神去咗邊。明明冬天可以休息放緩，佢又要去插秧；明明夏天植物先至啱啱成長，佢又走咗去收割。所以呢17集，願意神帶住我哋走過17個人生唔同嘅風景，學習與神同步。見證神不離不棄嘅愛同埋信實。如果你都有朋友經歷緊唔同嘅季節，記住約埋老 best 聽 DJ 媽，聽 DJ 媽媽，好 firm。我哋喺神裏面彼此陪伴，不孤單。俾個預告大家，我哋嚟緊將會有全新大型高峰特會 Facing God。係繼 The One Conference 之後嘅10年全港大型特會，以啟示錄作為每年主題，已經開始報名啦。第1年嘅主題為 First Love 起初的愛。都市人呢好忙噶，喺呢個特會，我哋希望為信徒騰出空間，面見神。希望見到你啦，可以喺我哋網站報名。最後同大家報一報天氣，一齊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啊！係啊，預測下次將會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雷雨，係驚蟄嘅季節啊。至於鄰近海域、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、沙堤以南、海南島沿岸等地嘅四極，都要敬畏耶和華，同埋為神留有空間，發現佢嘅恩典，與神傾心吐意，並以信心回應佢喺呢個季節對你發出嘅邀請。下次驚蟄，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就算於荒野地，你一生作我居所，我願回歸你的愛。